台南市正统鹿耳门圣母庙主委王明义表示，配合政府的防疫，虽然今年的元宵高空宴会来取消，不过迎春牛的活动仍然如期举行。经过跋杯请示，今年的变春牛会缩小规模，改以火化来交织。今年咱变春牛春牛绕境的活动咱来暂停啦吼。但是咧，我农历的正月初六有请示妈祖，妈祖就甲来指示啦，春牛小共爱编啦吼。咱有来邀请着咱台南市长黄伟哲市长，以咱的农历的15啦吼，正月15元宵日透早9点，市长要来编春牛吼，来讲好话了后咧，咱春牛甲来移驾。来以咱庙前啦的单平遮的广场来化掉，爱等于交天子啦本来咱是拢抢春牛肉，互人摕等于公司也是所有的园啦，也是农业安尼会当来大趁钱。但是今年妈祖特别指示啦，即只春牛化掉。伊会等于交天子，安尼咱地方啦咱民间安尼遮疫情，甲会当会当安尼来甲平静啦依照传统的习俗，望春牛会早来好运。不过今年配合防疫，庙方不但伫咧庙前庙内，拢装满了喷雾式的消毒机。另外，民众伫咧望春牛以后，嘛会喷酒精来消毒。望春牛好运发大财。身体健康。阮逐年拢有来望这就等讲望牛色迄落家孙的迄落感觉这意义袂歹。望春牛讲好话，望春牛头，子孙会出头；望牛角会代表财产稳达达；望牛喙会大富大贵；望牛尾会剩家伙；望牛骹家伙拢食袂焦；望牛肚你的身躯拢袂艰苦；若望着牛咱你的春骨11万；规只春牛你甲望透透，你的子孙延绵自然就够哦。所以咧，咱全国善心大德，较紧来望春牛的庙方依照鼓励举办迎春牛。其中今年的空牛杆的造型，也就是俗称的蒙神，因为有穿鞋，主委表示今年应该是袂欠水。今年呢，这个春牛杆就是你的蒙神啦蒙神伊有穿鞋穿鞋代表什么意思？穿鞋就是代表伊今年咱的雨水会足济，所以咱唔免烦恼，因为曾世阳迄蒙神就是曾世阳来出世的，曾世阳专门咧创曾世阳就是专门咧逆天的啦，所以伊若穿鞋就是代表雨水足济，像正当伊无穿鞋，咱就无啥雨水这拢是照着五行八卦啦咧办理配合防疫，今年变春牛，庙方无开放民众来抢春牛，而加以火化以后，装福袋来送予民众，而且限量只有300个。希望甲民众来结缘保平安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保险箱也是咱的财库。